兄姐，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经过一礼拜，咱阁会当做伙组织伫遮伫教会，做伙来敬拜上帝。毋知影恁过去一礼拜经历着什么代志？有可能是互你欢喜快乐，嘛有可能你过了真平顺，无啥物特别的代志发生。可能你有拄着互你伤心、失望、艰苦、恶担当的事。毋管安怎，咱是上帝的囝儿，感谢主，咱会当来仰望上帝，咱会当将咱的一切忧伤、重担，将咱内心所有欢喜也是无欢喜的代志，拢会当讲互上帝听。只是邀请大家用这首诗歌来安静咱的心，邀请圣神来到这，甲咱同在。咱就将一切放心交予主，来享受主耶稣甲咱同在的美好。咱做伙来唱这首诗歌，伫这个时阵，咱来学主唱歌。咱要为着以下的事项来祈祷。第一，咱为着家己，为着咱甲上帝、甲圣神、甲耶稣会当建立亲密的关系来祈祷。咱较无甲主亲近，较无代志的生活有主甲咱相同行，互咱有较无的心，较无上帝的话语，互咱代志有读经、有灵修的习惯，互上帝的话成做咱的瓦靠，伫咱的生活中，咱会当搁较经历着上帝。互咱的性命由主来掌管，咱做伙开嘴来祈祷。
要为着教会复兴，以及过来50周年庆的筹备来祈祷。特别咱要为着咱的3位牧者，阁有中级同工来祈祷，为咱教会会友拢会当经历着圣事更新的大能，互咱的灵命成长，互咱拢有合一的心志，咱愿意来服侍，愿意奉献咱家己，互咱有传福音的心甲行动。咱教会50周年庆，毋是干那欢喜快乐的庆祝活动，是透过这个时间，互咱的灵命更较坚固，互咱受圣神的激励，求主，互咱富强教会，成做一个健康的教会，成做一个社区的光甲阳。愿咱富强教会是行伫下主心意的道路，互咱的所做的所有事工，拢会当荣耀上帝。咱做伙开喙祈祷。一个人拢有愿意、有合一的心志，愿意来追求主，拢愿意来献上阮家己，互主来使用。互阮50周年的时间，主啊，你来引带阮，互阮所做拢会当荣耀你的名。互富强教会是一个主你所欢喜的富强教会，是荣耀你的名的富强教会。第三，咱要为着今仔日的2堂礼拜来祈祷，咱为所有的服侍同工，为詹牧师的讲道来祈祷。愿今仔日的礼拜为圣事大能的充满，透过牧师的讲道，互上帝话真实进入咱的心，拍动咱的心，激励咱的心。伫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人拢会享受到主甲咱同在的美好。嘛愿今仔日的敬拜，今仔日的娱乐是合主的心意，是主你所欢喜的敬拜。咱做伙开喙祈祷。亲爱主耶稣，求你圣神大能大大来充满詹牧师。主啊，互伊今仔日所传讲的信息，会当真实进入阮的心中，拍动阮的心，互阮知影主是你来对阮讲话，互阮每一个人伫这今仔日的礼拜当中，拢会当有无同款的领受，因为这个领受主你互阮有气力，互阮有气力面对过来一礼拜。家庭、伫工作的所有的无用，互阮重新得到快乐，互阮搁一遍经历着上帝的疼。主啊，嘛看顾今仔日的服侍，所有的服侍同工，互阮手所做的工，是主耶稣你欢喜的，是你感纳的。主愿今仔日的敬拜，今仔日的娱乐，嘛合主你的心意。愿今仔日的敬拜，真做芳的祭，献伫你的面前。愿咱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这个时阵，邀请兄弟，咱做伙起立，用这首诗歌来敬拜。
主耶稣伊坐伫宝座，伊做王到永远，伊满有怜悯有恩典。咱来坚定仰望伊，主耶稣坐伫宝座。圣阳高，主是家己咱学乐，阳光阳光。Yeah.
做伙来吟圣诗222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亲爱的上帝，你不只做阮代代的帮赞，你也真做阮伫每一日的帮赞。主啊，阮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你伫每一日的引带，你的保护，互阮通享受伫主你内面的平安甲喜乐。也感谢上帝，伫阮经过阮无用的工作、无用家庭的生活以后。阮犹原伫今生的主日3甲主日，伫遮敬拜学乐你，因为你牵得一切的学乐，你牵得一切的荣耀。主啊，求你帮赞，互阮透过今仔早起是礼拜，搁一届领受到主你新的恩典伫阮的生命，互阮透过阮所唱、阮所讲、阮所听、阮所领受的，真做是阮生命中新的祝福。也求主你的圣神，搁一届充满伫阮的教会内面，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内心。透过今仔早起的礼拜，含你有真实的相处，含你建立搁较亲密的关系。也透过今仔早起的礼拜，也将一切的荣耀搁一届归乎你，因为你牵得一切的尊荣，牵得一切的乐乐。愿今仔早起时，真做是一个充满荣耀、充满主你荣光的礼拜。这时，我嘛要用主你所教导阮的主祷文，阮做伙要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得入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将时间交来聚会。请咱三甲来启应。启文19篇，诗篇84篇，由我来启，会众来应。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恋慕上主的殿院，到要分去。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七鸟仔伫你的祭坛边作寿。伊徛伫你的殿院的人真有福气。
对你得到亏待人真有福气。伊经过打扫的山谷，拢变做泉源。因哪行哪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我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的殿院点一日，我宁可伫我的上帝厝过门。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予咱恩惠甲公营。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靠你的人真有福气。这时，请咱同心合坛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阿罗你，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深深感谢你，因为你予阮无限的恩典甲怜悯。阮虽然犯了一错误，但你的恩典依然甲阮伫地。因为你手术就是圣囝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来洗净阮一切罪甲不义。主啊，伫你的面前，阮知，求你宽赦阮无好的心思意念，洗净阮无好的心灵，互阮真心甲你建立亲密的关系。求你使阮有一个悔改的心，以认罪甲悔改带来你对阮的救赎。亲爱的主，请你使阮有智慧甲气力，互阮会当明辨是非，做出正确的判断。求你引带阮行伫你正义的道路顶，互阮的性命成做荣耀你的见证。主啊，阮愿意顺服你的旨意，跟对你的脚步。无论头前的道路安怎艰难，阮拢坚信你甲阮伫地。感谢主，伫48年前兴起一群听主爱主的牧者甲会友，用你的名所设立的富强教会，借着教会各团契、小组、牧区、团队、宣教的事工，互阮彼此相听、扶持。伫你的带领下，阮传播福音的过程，正做你的见证人。愿圣灵充满我。引带阮的言行，互阮见证的时，会当得到人的感动，引带因到你的面前，互富光教会成做你听的见证，传扬福音，互万民拢得到救。这是阮中间无论是带着喜乐的快乐的心，也是忧愁重担的心，来到主你的圣座前，恳求圣神共扶持，互阮伫你的听内底拢无惊吓，全然信靠你。身体欠满的兄弟姊妹，求圣神来医治，安慰忧伤的人，引带困境中的人得到帮助，互阮伫你的主爱保护下坚强甲平安。因为阮知你是阮永远的倚靠，只是恳求圣神甲阮伫地，使阮的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学詹牧师今早起所要传教的信息，上山甲落山的人，来正做阮的提醒甲学习。搁一摆领受你圣神的妙娘，甲你三结连，同心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信主的名求，阿门。享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圣经马太福音17章第1节到第9节。6日后，耶稣带彼得、雅各甲雅各小弟约翰，敢若因家己爬上一座悬山，伫伊面前，耶稣的形象改变，伊的面亲像日头发光，伊的衫变甲亲像光遐尼白。忽然间，摩西甲以利亚对因显现，甲耶稣讲话。彼得对耶稣讲：“主啊，咱伫遮真好，
你若要，我伫遮搭3间寮啊，一间互你，一间互摩西，一间互以利亚。伊安尼讲的时，忽然有一片灿烂的云，甲因搭咧。有声对云出来讲：“这个是我所疼的囝，伊我真意爱。恁着听探伊，门徒一听到就拍落去，非常的惊吓。耶稣行过去，甲因摸讲起来，毋免惊。因一业目看，只看到耶稣，以外无别人。因落山时，耶稣命令因讲：人子伫死人中过活以前，恁毋通甲人讲起所看见的异象。圣经读到这，愿主听伊话的人赞美。咱请鲁士班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是：毋免惊，耶稣伫遮。因之煞请詹牧师讲道，伊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上山甲落山的人，请咱恭敬来领受。
现在祝大家平安。感谢咱的诗班带来遮水的诗歌，互咱搁一届知耶稣干伫地时阵，咱毋免惊，耶稣搁一届互咱得到快乐。也相信伫即个时阵、即个时刻，耶稣嘛敢三甲伫地，要透过伊的话语，搁一届来更新改变咱。嘛伫今日的礼拜中，咱有伊伫祈祷的时间，所以伫咱的讲道线，你若有需要的兄弟姊妹，你会当徛到伫台前，咱的台德勇士会为你祈祷。透过因的祈祷，互你得到帮赞，得到鼓励。最重要的是，互需要的兄弟姊妹，搁一届知耶稣伫你的性命，毋免惊，耶稣是你上大的倚靠。愿上帝赐我伫咱早起时的礼拜，对头到尾拢有伊的恩典，充满伫咱每一个的心内。伫咱开始讲到进前，咱搁做伙来做一个祈祷。阮伫天的爸，我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搁一届引带，互阮伫今仔早起时三甲自进，要一届透过你的话语来更新改变阮的生命。主啊，求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对阮讲话，互阮透过今仔所听的、所领受的，搁一届真做是阮生命中上大的帮赞。求主你带领，也透过你的话语，搁一届光照阮的内心，互阮通了解你圣经话语中的奥秘，将今仔时间全然交托仰望，求主你来帮赞，求主来引带，安尼祈祷，拢是用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今日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主题，这个主题叫做上山和落山的人。我想大家应该拢有去爬过山，应该大家拢有爬过山哦。只是伫咱的台南较无啥物较悬的悬山通爬。你若台南要爬山，上悬的山，印象中应该是大洞山。伫台南应该上悬是这个山。每一届有机会去爬山的时阵，对我来讲拢是一个足好的经验。因为去爬山的时，会当欣赏大自然的风景，会当伫爬山的过程，会当享受一切上帝创造的美好。但是，当咱上到去山顶的时，一定嘛爱落山嘛，无可能住伫山顶，无可能住伫山顶，咱犹原爱转到伫家己的厝，转到伫家己的所在。所以，虽讲伫山顶迄个景非常的水。虽讲伫迄个山顶，互咱感受真好，袂歹，但是咱犹原爱转到伫家己生活的所在，继续来生活。咱今日看的经文，咱看见耶稣和伊的三个门徒做伙去爬山。耶稣带伊的三个门徒做伙去爬山，然后伫山顶有一个特别的经验伫迄个所在发生。然后耶稣和伊的门徒有无共款的经历。但是伫这个过程中，因的生命有无共款的看见，也有无共款的改变。所以透过今仔经文，互咱嘛做伙来思考。其实伫咱的生命，咱嘛亲像是一个爬山，亲像是一个落山的人。当咱要人生生活某一个目标前的时阵，咱亲像在咧爬山。但是当咱到一个目标完成的时，咱犹原爱落山，去继续咱人生的另外一个目标来继续跑走。伫顶个月有一个新闻，毋知大家敢有看到？有一个新闻是有一个台北的一个补习班，伊将一对兄妹仔，因逐工伫学校佮补习班的全部的时间表铺出来，然后这个时间表出来，大家都咧看，讲这对兄妹仔因一天的生活是安怎安排的？因5:50爱起床，5:50起床，然后开始有侪活动。甚至因连食饭拢爱伫车顶食，写功课拢爱伫车顶食，然后一天因只有困眠6点钟，其他的时间除了伫学校，因就是爱补习，因爱去学钢琴，爱学足侪无共款的物件。所以有人就咧讲对这对兄妹仔来讲，因搁遮细汉，搁读国小尔，因着爱学习遐侪物件，爱将遮侪物件拢放伫因的生活内面，对因来讲。敢会伤过侪压力？对咱讲，敢会伤无用？
但是这个新闻记者后来有去采访，透过这个补习班去问到伊的妈妈，补习班妈妈讲，袂啊，这两个囡仔感觉足快乐的，足快乐的逐工安尼生活足快乐的。但是其对咱大人来讲叫咱爱5:50分起床，然后一工拢工作，然后拢袂晓歇困，到暗时10点才会当困，对咱来讲已经足挡袂牢啊，已经是无法度做到的代志。但是咱无法度通真实了解这个囡仔到底是安怎想法，但是这个囡仔是讲，伊真享受伫这个内面。其实咱看见，不论是即摆的囡仔，不论是即摆的囡仔，因下课了可能爱补习，爱去学无共款的才艺，甚至是咱大人，咱逐工嘛有足侪的行程，咱有足侪的代志，咱来安排。在座兄弟姊妹可能有一寡搁咧工作。有一寡可能已经退休啊，但是无论咱搁咧工作，还是游玩，已经退休啊，咱逐工的生活拢互无共款的代志来充满，咱拢有家己的安排，咱拢有家己的时间表。但是伫这个无形内面，咱有时阵可能无法度通去认真真正去看，咱的生命敢有无共款的改变，咱的生命敢有无共款的成长，甚至可能经过侪的时间，经过足侪做了足侪代志，但是可能咱的生命犹原搁伫原地无进前。所以当咱安尼看的时，咱会发现一项代志，咱拢伫我拄仔头前讲，咱其实逐工拢亲像咧爬山落山共一样，咱拢有某一个目标，然后完成啊，搁落山。然后搁爬山去后一个目标完成啊，搁落山。咱逐工的生活有时阵就亲像安尼，爬悬爬低，爬悬爬低，一直咧一个目标，一直咧进前，一直咧进前。直到有时阵咱真正无法度通了解，咱生命是要为佗去，甚至咱的生命无法度通得到真正的休困，真正得到完全的安息。这礼拜夏牧师在和咱分享的主题讲伫内面，伊讲守安息日的重要性。互咱通了解为啥每一个礼拜日咱要来做礼拜，为啥每一个礼拜咱来守安息日？因为这是一个互咱伫无形的生活内面，伫咱每一届的生活在达成一个目标，也是咧无形的时阵，会当通安息落来，通安静落来，通来搁一届看家己的生命，通伫主的面前搁一届来思考我的生命伫新的一个礼拜会当对来进前。其实逐礼拜咱的教会嘛，亲像咧爬山一样，哪会安尼讲？伫以赛亚书第2章第2节，以赛亚先知安尼甲以色列百姓讲：咱来上主来上上主的山，来去雅各的上帝殿，伊要用伊的道路教示咱，互咱行伫伊的路。其实咱每一个嘛在爬山呢，咱不只是伫咱的平常的生活在爬山有目标，每一个礼拜日主日的时阵，咱嘛在爬山。咱来到主的山，咱来到上帝的圣殿内面，来甲主三亲近。伫细所在，有互咱会当谈安静，谈互咱有思考的机会。毋是只有伫咱的生活无用尔，是伫即个所在谈安静，伫到主的面前来思考后一步要继续安怎行。伫咱今仔看的经文，咱看见是耶稣伊的生命内面，伊服侍的过程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伫耶稣的一生当中，有7个非常关键的时刻。第一个，咱知就是伊降生伫这个世间，真做人；第二个，就是伊互伫约旦河互约翰行洗礼；然后第三个上重要的代志，伊进入到伫旷野有40天，然后受到魔鬼的试探；然后就是咱今仔所看一个非常重要，伊改变伊的形象，然后伊要行耶路撒冷定十字架，然后搁活就天。这是耶稣伫伊的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7个关键的时刻。特别伫这个变伊的形象了，伊要行耶路撒冷，要行伊受难受苦的道路。咱搁过2礼拜，咱嘛要搁进入，搁两摆要进入受难周，搁要搁一届来思想耶稣为咱受苦受难的意义。我想当这个经文。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耶稣变了形象，伊嘛要开始行这个受难的过程。耶稣要停留伫山顶，伊有缘行落山，继续头前伊应该行的道路。这个故事
这个所经历的代志，互咱会当了解耶稣到底是啥，互咱通了解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的目的是啥，嘛互咱了解咱会当安怎和耶稣有好的结连，嘛互咱通了解伫这个过程，耶稣伊要带互咱的意义是啥。拄仔所讲，当耶稣变形象的这个代志了后，伊就要继续行往耶路撒冷的路程，然后要死伫十字架。咱拄仔所看的经文嘛，非常的特别，出现了两个特别的人物，一个叫做摩西，一个叫做以利亚。因出现，甲耶稣来讲话。这两个拢是伫以色列的历史内面非常伟大的两个人，一个是代表旧约的律法，一个代表是旧约的先知。而且这个人，因拢捌伫西奈山和上帝有亲密，而且是直接对话的机会。然后这两个人出现，代表是律法甲先知，嘛代表是耶稣要受苦。咱今要看的经文，伫路加福音的经文，伊讲这两个人出现，和耶稣在讲的，是讲耶稣煞来要受苦受难的代志。但是因两个人出现嘛，代表耶稣搁要搁活。所以当这个关键的时刻，耶稣要行耶路撒冷伊继续的路程，要落山继续时，这两人出现代表非常的意义。咱拄仔所讲，互咱了解这人代表律法，代表先知，因是旧约的代表，互咱通因的显现嘛，互咱通知耶稣伊要继续延续旧约的应允，伊要带来一个新的改变，伊要带来一个新的恩典，上帝的国度要伫伊内面来实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经文，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文。毋若是一个看到一个新嘢，看到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尔，是一个非常大的意义。但是当咱要继续看今日经文进前，咱了解一项代志。这段经文进前，耶稣好像带着三个门徒到伫山顶，然后看见这个异象，看见这个新嘢。但是伫这个经文进前，其实这个门徒因的心非常的不安，因为要去爬山进前是耶稣头一摆甲这个门徒讲。耶稣要到伫耶路撒冷受苦受难的代志，所以伫头前的经文，伫马太福音16章，伊讲耶稣开始甲对伊的门徒讲，伊一定要去耶路撒冷。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要去遐受苦难，互人害死。但是第三日，上帝要互伊过活。这个时阵，耶稣的门徒彼得就甲耶稣叫去边仔讲：主啊，绝对毋通，绝对袂使。我袂互这款代志来发生，所以当耶稣要带这门徒上山进前，有发生这款代志，所以对这门徒来讲，因的心应该是非常的艰苦，甚至是非常的犹豫。耶稣到底在讲啥物？耶稣哪会讲这款话？耶稣毋是和咱好好吗？和咱好好斗阵做伙吗？哪会耶稣忽然间讲这个代志？所以。就是伫这个特别的时刻，伫这个门徒感觉犹豫的时刻，耶稣伊带三个门徒去山顶，然后开始了这个故事。所以咱先大概了解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啥，然后咱要开始来看这个故事，开始看耶稣甲伊的门徒做伙爬山的故事。咱来看第一个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这个故事会当互人来做伙思考，较无追求是为着要亲近上帝的心意，较无追求是要为着来亲近上帝的心意。咱搁一摆看拄仔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7章的第1节到第2节。来日了后，耶稣带彼得、雅各的小弟约翰。因家己爬去一座的关山，伫伊面前，耶稣的形象改变，伊的面亲像日头发光，伊的衫变成亲像光遐尼白。咱看见这个经文，耶稣带伊门徒去，然后耶稣的形象改变了，和因所平常时看到耶稣无共款。耶稣的衫亲像光遐尼白，耶稣的面亲像日头发光。其实，咱看见圣经有侪的故事，拢是山顶的故事，拢是甲上帝通三亲困、祈祷、听上帝的话，甚至是领受使命的所在。
拄头前看到有两个人物，摩西也是以利亚，伊嘛是拢伫西奈山受到上帝真大的启示，然后接受到因性命的使命。所以当咱看到圣经内面上出现伫山顶，也是要去山顶的时，大部分拢是一项和上帝咱三亲近，和上帝咱听上帝话，和上帝祈祷，领受使命的所在。所以咱知因做伙到山顶，可能代表有一个使命，可能有一个机会，互因通和上帝来三亲近。然后咱继续看，伫合马太福音相共类似的经文的路加福音又讲到，耶稣的形象改变的时，伊咧做一项代志。伊在祈祷的时，面貌改变，伊的衫变甲白死死。所以咱看见耶稣毋是只有爬去迄个山，带伊的三个门徒，甲要去户外教学、去旅游尔。耶稣带伊三个门徒到迄个所在，耶稣做一项代志，伫遐祈祷。咱看见耶稣常常伊得到能力的方法，是伊透过伊的祈祷。咱知拄啊，耶稣伊要爬山进前，伊甲伊的门徒讲，伊要去耶路撒冷要受苦要受难。我想不只是遮的门徒，因的心艰苦，因的心忧闷。耶稣要开始行耶路撒冷的过程，伊的心嘛开始会忧闷，伊的心嘛开始会艰苦。我要开始行迄个苦难的所在。但是耶稣得到能力的方法是啥？透过伊的祈祷。所以咱看见，当耶稣伊变了伊的形象，意思是啥？改变伊的外形，代表这个改变，毋是耶稣家己改变，是透过上帝互伊的气力，透过上帝的能力，互耶稣通改变伊的外形，互耶稣通得到对上帝遐来的能力。所以耶稣亲近上帝的方法，伊到伫山顶亲近的方法就是啥？透过伊的祈祷，透过伊甲上帝这款亲密的关系，得到气力，得到引带，互伊的内心也得到平安，得到安稳，得到平静。所以我咧讲，咱看耶稣常常伊的服侍进程、服侍的当中，甚至伫伊的服侍了后，伊拢用上帝来祈祷。伊拢为上帝祈求对伊遐来的气力甲能力，互伊通去面对遮侪无共款的挑战，互伊通面对当伊的有无共款的使命的时，伊通知安怎去做。所以咱每一届来到教会，咱每一届伫主日的时阵做伙来，拄仔讲咱做伙来爬即个上帝的山，做伙伫遮守安息日的时阵。咱嘛是搁一届透过咱的祈祷，透过来追求上帝，互咱的心得到气力，得到引带，互咱的心搁一届会当有平静安稳的时刻。耶稣伫马太福音11章28节，伊嘛安尼讲：劳苦背重担的人，拢着来我遮，我着要互恁安息。耶稣嘛安尼讲：劳苦背重担的，着来我遮，我要互恁得到安息。当咱搁一届较无追求的时阵，是为着要亲近上帝的心意，透过咱的祈祷，透过咱对上帝的心，互咱会当搁一届了解上帝，互咱的使命是啥？上帝互咱的旨意是啥？上帝互咱后一步的引带是啥？第一要和大家分享的，不只是追求上帝的心意，第二个时刻爱去听。为着要去明白上帝的声，不只是有追求，不只祈祷，嘛爱时刻去听，来去明白上帝的声。在经文17章的第3节到第4节，伊按煞咧安尼讲，伊讲忽然间摩西甲以利亚对因来显现，甲耶稣讲话。彼得对耶稣讲：啊，主啊，伫遮真好。你若要，我着伫遮搭3间寮啊，一间互你，一间互摩西，一间互以利亚。所以当耶稣祈祷到一半的时阵，耶稣形象改变，然后出现摩西，出现以利亚，这三个门徒看到，哇！因第一个反应是真好，主啊，阮伫遮真好。但是咱看彼得咧讲真好，伊是咧讲啥？彼得咧讲真好，原文意思是讲上好，这所在是上好的。
无另外的所在比这个所在搁较好啊，才是上好的。但是，咱认真啊看，彼得，伊敢若毋是遐尼清楚，伊家己在讲啥物？彼得讲啊，主啊，阮伫遮上好，阮伫遮就好啊。伊敢若无法度真实通了解，为什么这两个人忽然间显现？伊无法度通了解为什么耶稣变了形象？伊只能讲啊，安尼上好，有耶稣伫遮就好啊，有摩西有以利亚伫遮，安尼就好啊，这是上好的所在。这个门徒因所期待的，因所想要了解的，是因家己所想要了解的。因袂记你迄个真实要面对的问题，因袂记你，因阁有家己的使命，因袂记你，因阁有忧愁的代志。因讲啊，即马安尼就上好啊，主啊，一切拢袂要紧啊，安尼一切就好啊，安尼就上好啊。有时阵一个军队耶稣的人，有时阵一个基督徒可能嘛会亲像比着这个时阵的心情一样。只想要伫山顶享受迄个美好的时刻，但是却无明白耶稣的心意是啥物，无愿意落山去行迄个十字架的道路。彼得讲啊，遮上好啊，我停留伫遮就好啊，我安尼，我着留伫遮就好啊。咱看见彼得的心，看见彼得的回应，互咱嘛了解一项代志。有时阵咱就想讲啊，伫即个美好的时刻就好啊，却无愿意搁一摆来思考耶稣真正爱咱做的啥物，爱咱做的代志是啥物。咱每一个人的信仰，咱每一个人的经历，是不断在变化的。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嘛是不断在变化的。但是上帝安排绝对毋是爱彼得，也是爱咱，只有停留伫一个所在尔。有上帝同在美好的奇妙是非常好的一项代志，无毋对。但是上帝所以爱，不只是咱停留伫即个美好的内面，有搁较重要的代志，爱咱继续来往前。所以咱看继续刷来经文第5节，的经文安尼讲，彼得伊悠然在讲的是。忽然间有一个魂出现，然后有一个声音对迄个魂出来讲：“这个是我所疼的囝，伊我真意爱，恁着听叹伊。”当彼得伫遐想啊，伫遮就好啊，伫遮就好啊。这时阵有一片魂出来，这个魂内面有一个声音讲：“这个是我所疼的囝，伊是我所意爱的，恁着爱听叹伊。”这个魂所出现，互咱想起当耶稣伫约旦河洗礼的时阵，嘛共款。当耶稣洗礼的时阵，天开啊，有一个声音出来讲：“这是我所听的，我所欢喜的。”但是含迄个经文无共款的是，这个时阵佮加了一句：上帝讲啥？恁着爱听伊，恁着爱听叹伊。恁着爱听伊，还是恁着爱听叹伊？其实伫原文的意思，不只是听尔，更较重要的是有一个军队的意思，毋是只有听尔，是有军队的意思。而且这个听，毋是只有听一摆尔，这个听毋是只有听一摆尔，这个听是持续不断的听，代表爱不断听，不断军队，毋是伫某一个时刻尔。毋是伫某一个时刻听，毋是伫某一个时段军队尔。所以当遮个门徒因咧想讲啊，伫遮上好，阮听伫遮就好啊，毋免进前啊。这个景上水，阮伫遮看就好。但是有一个声出来甲因讲，恁着爱听叹伊，恁着爱军队伊，恁着爱军队耶稣真实的生命是啥物？其实咱认真来想，有时阵咱的生命毋是咧军队耶稣。有时阵，咱的生命，咱可能只是在看耶稣做啥物，咱才决定要做啥物。有时咱可能只是在跟踪耶稣尔。耶稣，这有好康诶，所以我对你做伙来。耶稣，我看这个，我观察一下，我才决定要军队吧。
有时阵咱想咱讲，一个基督徒爱军队耶稣，军队耶稣，但是有时阵咱无的确真正伫军队。有时阵咱可能拢停者啊，安尼就好啊，耶稣安尼就好啊。有时阵咱若是刀片家己的内心，也是有完拢用家己的想法在想，安尼就毋是叫军队。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邀请。当咱听见耶稣的上帝的声时，上帝讲爱军队耶稣，恁着爱听伊。这是一个互咱通含耶稣做伙经历生命的改变。适当的时阵，放落家己的想法，来听上帝的心意是啥。适当的时阵，爱放落家己的想法，来听上帝的心意。所以伫约翰1第10章27节，耶稣嘛安尼讲：我的羊听我的声，我捌因对我。耶稣讲：我的羊听我的声，我捌因，但是因也对我。所以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听毋是只有听一摆，军队嘛毋是军队一摆，信仰是不断改变，信仰是不断进程的。除了听以外，嘛有一个互咱会当继续来分享的是，咱嘛爱自信来仰望，为着来看耶稣的本身，不只是听尔，不只是听耶稣军队耶稣。咱嘛爱自信伫耶稣基督的本身。第6节到第8节安尼讲，门徒一听到即个话，听到迄训出来的声，因就惊着，因就跋落去，非常惊吓。耶稣就行过因的边仔，甲因讲起来，毋免惊。因一个眼仔看，只有看到耶稣以外无别人。当遮的门徒听见这个声，哇，着惊咧！哇，上帝讲话啊，着惊。但是这时阵耶稣出现，因望、因安慰、因鼓励，甲因讲毋免惊。当因眼仔看的时阵，只有看到耶稣。其实这经文嘛，互咱搁一摆看见，这门徒非常的惊吓，甚至是毋知要为地找着真实的帮助。头前讲因要面对耶稣，可能要受难，因足惊吓的。忽然间，佮面对摩西、以利亚佮出现，伊嘛毋知应该安怎回答，说啊，伫遮就好啊，伫遮就好啊，停伫遮就好啊。但是耶稣了解因的软弱，耶稣了解因的需要是啥物。当耶稣甲因摸的时，因才举头目，但是因看到的是只有耶稣一个人。上帝毋但爱咱去听从耶稣的话，毋但互咱爱学习去军队伊，搁较重要的是爱互咱将咱的目睭所看的，看到耶稣的形象，单单来仰望伊。毋是只有听尔，搁较重要是将咱的眼光放伫耶稣基督的身上。伫旧约内面，咱拄仔所看的迄个先知叫做以利亚。伊嘛有足侪爬山、落山的经验。有一摆，当伊和巴利的先知相战，然后伊赢，但是迄个王后却因为安尼要甲伊撇害，所以这个先知以利亚伊只好紧逃走。伊袂记得原本上帝伫伊的面前所做遮大的神业，伊所看到是非常互伊惊吓，毋知要安怎。所以伊紧逃走。然后经文安尼记载，上帝派使者，互伊有物件通食，有物件有通啉。然后伊行40米日，行到一个所在，就是这个西奈山。伫迄个所在，上主甲伊讲：你出来山顶，伫山顶，伫我的面前。然后迄个时阵，上帝经过，阁有细，阁有轻的声。上帝显现，阁一摆，互伊看见上帝的作为。而且伫这个代志了后，上帝嘛阁甲指示你爱继续落山去完成上帝互伊的使命。有时阵不只是听到迄个声尔，有时阵阁爱重要是，阁一摆将咱所看的，阁一摆和上帝的心意来合做伙。所以，互咱嘛学习不只是听尔，
嘛搁较注心伫耶稣基督的本身。所以伫诗篇73篇的25到26节，经文安尼讲：伫天顶你以外，我有啥物人？伫地上你以外，我无所倚赖的，我着替我的心神会衰弱。毋过上帝是我永远的气力，甲我的产业。伫天顶除你以外，我阁有啥物人？伫地上除你以外，我无所倚赖。互咱一个上大的提醒，互咱注心伫耶稣的身上。最后，互咱看见的，继续何塞为着要跟对耶稣的脚仔。耶稣含这个门徒伫山顶经历这非常大的神迹，门徒不只看到，不只听到，不只有领受到。耶稣嘛交代因一项代志，毋是只有停留伫迄个山顶，毋是只有起迄个鸟仔伫遐尔。耶稣讲爱落山，继续恁的生活；爱落山，继续恁的服侍。第9节，因落山的时阵，耶稣甲面人讲：人子对死人中搁我进前，你毋通甲别人讲起所看见的异象。耶稣为啥安尼甲讲？因为耶稣惊这个群众可能会误解耶稣真实的意思，因可能无法度真实了解耶稣是啥，所以耶稣先讲，先莫甲讲。等代志已经成就啊，大家就会了解，大家就会了解耶稣为虾米做经历这个代志。但是咱看见耶稣邀请这个门徒落山，耶稣邀请这个门徒陪伊继续行服侍的道路。耶稣邀请这个门徒继续行一个受苦受难的道路。耶稣无因为安尼就停伫迄个所在。我讲咱人的一生，头前嘛讲咱一生可能拢有几若摆，亲像咧爬山一样。过程可能辛苦，但是当咱爬上迄个关山的时阵，迄个山顶的时阵，拢会互咱无法度袂记迄个上水的迄个时刻。咱拢可能伫人生拢爱爬行、爬山，可能过程真足辛苦的，但是通常咱完成的时，咱拢会足欢喜的。但是咱无可能永远拢停伫山顶嘛，咱犹原爱有落山的时刻，咱犹原爱有落山的时刻，咱犹原头前所讲，犹原爱转到家己的生活，转到家己的服侍，转到伫家己应该爱去的所在。所以当使徒彼得，伊着彼得后书，伊嘛回想这个美好的经验。伊讲，阮有亲目睭看见伊的尊严，伫圣山的时，我嘛伫遐有亲身听见对天顶出来的即个声。彼得伊嘛讲，我真正有看到，我嘛有听到，我有经历到。但是，咱看去彼得写这本册的时阵，伊毋是伫山顶写的，伊是伫伊的服侍，伊经历做了后，写了这本册去鼓励其他的基督徒。山顶的荣耀是一时的，但是落山了后的使命是一世人的代志，是一生的代志。咱每一届来教会来礼拜，拢是真好的属灵的经验，美好属灵的经验，互咱通休困，通咱敬拜上帝，领受平安，领受喜乐。但是伫这款的时刻，咱嘛有犹原爱转到伫咱的生活，犹原爱转到伫咱的工作，转到伫咱的家庭。咱毋是只有留伫这个属灵的氛围，讲哇真好，伫遮就好啊，伫遮就好啊。咱嘛犹原爱思考咱伫世间上，咱每一项的责任是啥物？咱嘛犹原爱想咱的责任是啥物？耶稣已经将伊家己的性命互咱。邀请咱和伊做伙进前。耶稣毋是只有停伫遐尔，耶稣嘛毋是只有咱搭一个鸟仔放伫遐，咱敬拜伊就好啊。若是安尼，和外口传统信仰的生命有啥无共？耶稣毋是停伫遐无振动的，耶稣嘛毋是希望咱着放一个鸟仔伫遐，哇，安尼就好啊。耶稣陪咱做伙行咱生命的道路，毋是只有伫山顶美好的属灵经验尔。是伫咱每一个生活的时刻，伊拢甲咱相甲伫地。
所以当耶稣含这门徒因落山了，随拄到第一项代志是啥？因着拄到一个老爸带伊的囝，因为囝互鬼附身，带伊来找耶稣。耶稣来医治我的囡仔。所以当耶稣落山的倒种代志啥？就开始对伊的服侍啊，就开始伊继续伊的使命。耶稣带着伊的门徒，转到伫山骹，转到伫群众的内面，转到耶路撒冷的路程，转到原本的使命。耶稣有一个非常荣耀，含这门徒拢有到一个非常荣耀的山顶，哇，有足好的经历。但是，咱看见最后，耶稣伊透过伊的受苦，透过伊性命，才互咱看见啥物才是真实的使命，互咱较看见啥物是真正爱行的道路。但是嘛，因为安尼，搁较了解咱每一个人的需要。咱伫新闻媒体嘛，常常会看到一个形容词叫做接地气。咱有看到一个形容词叫接地气。咱的信仰嘛是共款，毋是只有停留伫教会内面，毋是只有停留伫咱每一个水佮美好的信仰的经历尔。咱拢爱转去咱家己的生活，咱拢爱转去家己的服侍，转去家己的家庭。咱拢有爱需要去面对的困难，面对的挑战，面对的每一个人。但是嘛，因为咱有这个经验，嘛因为耶稣真做是咱一个好的模样，通互咱含伊做伙行。所以嘛，因为安尼，咱看见咱基督教的特别的特色，就是伫分享甲服侍内面。你来山骹，毋是啥物代志都拢无做，你来山骹是含别人做伙分享。含别人做伙来服侍，若是耶稣基督拯救的这信息是美好的，是这真正是一件好的消息。安尼就毋是只有家己享受尔，毋是只有停留伫迄个感觉哇足好的，家己享受就好啊，是爱分享有需要的人。这嘛是咱每一个人伫山骹的使命。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咱拢来爬山，爬上帝的山，来到圣殿来朝见伊。来到伫这个所在敬拜、学乐、祈祷，但是当礼拜结束，咱就落山。当然，咱是为4楼行到1楼，无山较悬。但是，咱又还要转去伫家己的厝，转去伫咱家己的工作，转去伫咱家己的服侍。毋是只有家己享受、领受尔。上帝互咱有无共款的使命，但是伊陪咱做伙行。上山。互咱有美好信仰属灵的经验，互咱谈明白上帝。但是落山，互咱有重新得到快乐的力量来跟对耶稣。每一届来教会，每一届来礼拜，拢毋嘛咱真正会当得到迄个美好属灵的经验。无论你跳过诗歌，透过祈祷。透过诗班的献诗，透过讲道，透过奉献，透过可能某一个兄弟姊妹的服侍，互你感受到美好的属灵的经验，互你认捌着上帝。但是当结束要转的时，爱记哩，得到这种快乐，得到这种稳定，继续来跟对耶稣。过2礼拜，受难周就要到。拄仔讲这个故事。了后，就是耶稣要开始行受难的路程。茫茫，咱搁一届嘛来思考耶稣的使命是啥？伊毋是只有高在上，真做是一个上帝尔，毋是只有是迄个阳光，伫迄个美好的内面，伊是和咱真实做伙行，互咱会当得到快乐，互咱通得到对伊遐来稳定。含伊做伙三工行咱每一个人人生的道路，所以这时咱嘛要做伙来祈祷。咱先来唱一条诗歌，然后咱要做伙祈祷。特别咱要为着需要兄弟姊妹来祈祷，特别为着你拄着困难、拄着挑战的兄弟姊妹来祈祷。等你来到台前的时，有服侍同工会为伊来祈祷，求上帝互你得到重新的快乐。互你得到对伊遐来的充满，互你通有信心、有勇气
通去面对你人生侪的挑战。只是咱做伙来唱这条诗歌，赐我自由，咱一个吟就好。咱大嫂的勇士，大嫂服侍东港的美来祈祷，五楼的兄弟姊妹们，咱行啊是4楼，4楼的兄弟姊妹，咱行去伫头前。主的心啊，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只有主有世界事物，哪可担当？主的心会互我自由。伫音乐声结束的时阵，咱做伙来祈祷。特别，咱来为着头前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嘛为着家己的需要来祈祷。可能你要行伫头前，但是上帝犹原知你的艰苦，上帝犹原知你的需要是啥。所以，这是咱做伙为着家己的需要，也来祈祷，求上帝医治，求上帝来帮咱。但只是嘛，请伫台前的服侍同工，咱做伙来服侍，做伙开始来祈祷。
倒。请主上帝，阮相信，只要你圣神同在的所在，就带有自由，带有医治，带有透放。主啊，阮相信，当你同在的时阵，就带着你的气力，带着你的勇气，伫需要兄弟姊妹的身上。主啊，求你特别帮赞每一个兄弟姊妹，特别伫徛伫台仔正者的兄弟姊妹。主，你知因的需要，主你知因的艰苦。主啊，求你用你的安慰。用你的医治，用你的怜悯，甲因三角地地。主啊，互你的内心搁一摆得到对主你遐来属天的平安甲快乐。互因伫面对遮济无共款的挑战甲困难的时，主啊，你来引带因。虽然有时阵可能就亲像行迄个死荫的山谷，但主阮知，因为你是阮的大牧者，互阮袂受到任何的灾害。主啊，求你将这个平安的意念，就放伫因的身上，互因的心。真正因为有主你，搁一摆得到安静，得到平稳。主啊，帮赞每一个兄弟姊妹，无论敢有徛伫台前，主啊，阮每一人拢有无共款的需要，阮有需要医治，需要主你怜悯的所在。主啊，求主你来帮赞，求主你来引带，互阮搁一摆得到透放，得到自由。求主你的圣神，就真正像阮的内心来运行，来更新改变，通互阮的生命因为有你。有一个新的开始，主啊，求主你来帮赞，来引带，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咱三角的奉献。请咱起立来因奉献的诗歌，甘心奉献。请坐，一周一金句，咱来看咱周报的最后一页。来，咱做伙来念：我真假基督甘心一个，我有过，我嘛有原是我，就是基督点伫我的我，搁我现在肉体所有的我，是点伫信上帝的囝来我，伊捌听我。替我献家己，加拉太书2章20节，咱搁念一解。我捌甲基督同顶是一个，我耶稣的话，毋是有原我，
就是基督点伫我的活，搁我现在伫肉体所有的活，是伫信上帝的囝来活，伊捌听我，替我献家己。圣书2章20节，这是我来报告。咱来看咱的周报第2页，下手的侍奉当中，主礼是刘丽玲牧师，司礼是王俊林执事。咱来看咱的周报第4页，具体交通。本会消息的第1点，本会伫今仔3月17日下晡点半，咱来召开中职甲省长的联合会议。伫咱的2楼来召开，请召开会的所有的人员来准时来参加。咱来看第3点，下周3月24是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咱台南新学院派台南12少教会刘丽玲牧师代表来本会敬道请安甲募款。咱来看第4点。代表团队伫3月29拜5暗时7点50举行全教会耶稣受难特别聚会。名时刻需要耶稣，请咱拢排出咱的时间，咱来参加这个特会，来重新领受耶稣为咱来受苦难，那用伊的宝血来洗净咱的罪过。咱来看第6点，本会伫3月31日。主日来举行各活节的赞美礼拜，甲咱的圣餐加洗礼日。而且咱是伫9点开始，然后举行一场的礼拜。请咱准备心来领受这个圣礼典加这个仪式。咱来看第7点，本会伫3月17，就今仔第1点是咱的读完圣经加背诵金句，完成的奖励的名单伫第9页，请咱家己看。再来第2点是今年度第1学期的奖罚金的名单第下骹，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我先来做补充的报告，了后有3项的颁奖第1项就是咱的这个奖学金。等一下，我们第一堂有来的学生你的名单在上面的，要请你到前面来第2部分就是要颁发咱这个读圣经全一年度读全部圣经。第2项是念金句背金句咱要做伙颁奖安尼我先报告了，安尼顶动较会较好势啦下面有几项的补充第1项补充，这奖学金小等下看咱教会苏美纪老师谭生兰先生的查某囝，就是叫做怡芳怡芳姐妹老师伊伫明仔载拜1暗伫东门北吉的纪念教会伫遐要来专讲一个伊的专业，伊就是对古的话古的迄个古早的古籍的恢复，真有伊的专业的经验伊要来分享来演讲咱鼓励兄弟来去甲伊斗乌演啦较侪人7点7点就要开始咱来到伫个东门教会伫遐听伊的分享咱教会有啥物款旧的物件要甲保护的久袂去歹去，袂去腐去，袂褪色特别咱若有参加咱教会咧保存历史的这部分的兄弟欢迎恁7点自动去去遐参加安尼。第2是咱文道学校两级的学校拢在进行一个是第一期，一个是第2期就是有关这个所有的这个对无队友甲信主了的这个真理的了解第2项是要做干部，要称做上帝的同工称做教会服侍者咱这训练的课程咱中途加入拢袂要紧只是讲后续若你较慢加入，你会当后续过来参加来补这课程就对过来是咱拄则已经讲过，佮甲咱提醒伫即个3月29暗时7点50，咱要举行一个全教会的纪念耶稣受苦的纪念的礼拜聚会所以咱大家人有份，因咱大家人像拄则咱读的金句，咱有注意讲后壁面讲，我即马的活命是耶稣基督救赎的，即个新活命就是耶稣互我的所以咱就是要来经历主耶稣的受苦，甲耶稣的告我
所以阮鼓励兄弟特别暗时较少咧出来吼，你甲安排一遍安尼，有你的亲人甲你载，也是讲安怎礼拜伫拜五暗时吼，拜五暗时来参加吼。咱伫2礼拜后要举行赞美礼拜吼，即个圣诞节赞美礼拜，迄个国外节赞美礼拜，咱的圣乐队要唱即个无比的大听，迄款的诗歌吼，清唱剧，嘛有乐团要伴奏，咱阁有洗礼，阁有即个圣餐，请咱大家即个时间准备好吼。阁来就是讲咱即个预定表啦吼，预定表咱尽量资料会当较紧来送来到伫干事遮，通好准备来甲做整理。咱即个第2季的即个新干讲读经吼，新干讲读经嘛已经拢出来，咱在楼骹会当来所处，通好伫厝内慢慢做灵修吼，读即个灵修安尼吼，用安尼甲咱做补充的报告。咱遮过来看顶悬的名单，我先因为即个奖学金的年轻人可能第2场比较多啦吼，但是有来的人请来头前好无？另外咱来看第9页，哇，咱的即个读完全本圣经，去年有50个哦，50个读全本的，迄实是足破纪录的吼。这50名中间呢，咱有要请2位来代表来领啦吼，一位是张西道长老，一位是朱淑珍姐妹。咱背金句的吼，背金句的有167名，167名吼，哇，这咱的教会即款气力足大的。咱吼，有要请即个爱来春节，阁缀英元节吼。咱请咱的教育部的部长啦，咱的荣泰长老来头前，做伙来甲伊颁奖。来，咱请来等4位来头前来。咱的奖学金有无？奖学金的青年有伫遮无？若无，咱就后第2堂才要领吼。好来。来，放材料，较重要。上营，请咱给予因上营的诗歌，恳求主你引带阮脚步，因是传请查某师作倒。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甲相通，甲咱兄弟姊妹三个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大家请坐，来热倒。
咱第一段礼拜到结束，咱来彼此来请安，来祝福。